迄那家里大洋货运23那像是载有非洲猪仔肉去高雄，去互高雄市府裁罚。业者虽然是发冤枉，不过高雄市府讲，这业者毋若是暗砍货车伫咧倒，佮讲白贼，所以决定甲罚300万，停业1礼拜，移送法办。 敢若亲像污染的废品回收了后，被送往焚化炉烧毁。嘉义大洋货运23受中华业者委托，运送敢若像非洲猪仔肉品到高雄，互市府早来裁罚。业者25暗时发声明发冤枉，讲员工必须调看真侪文书资料才延误回复。不过计讲，互高雄市府讲毋是安尼。要求提供2部货车的 GPS， 一开始还供称仅小货车装设，直至稽查员 追问才土实交出2车的 GPS 行车轨迹资料。23下晡，问题猪肉正是送到业者台法营业所，不过卫生局上门了后，业者是拖1点半钟才交代大货车的所在，也加讲车顶只有问题猪肉甲虾仔，也毋过其实货车也载674件的冷链货品，要分送到12个行政区。除了有少部分是化学原料，那做外表倾销之外， 剩下的一些生鲜食品全部都送往我们的焚化厂销毁。高雄市府指控业者讲白菜温藏、拖延提供运送的清单这行为，已经严重妨害，而且拖延涉案风险的管控，会以涉案法重罚300万，下令停业1礼拜，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。那货运公司对防疫忽视，台南后壁要市场离时啊再运外地刷叮当。猪场移动管制，你在这个猪场你就不能移动了。 不管你是不是自己的猪场，从自己的 A 场移到 B 场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农业部已经进门外地，市里的人特别讲，唔知影讲同一个猪场袂使载往无同所在，才会载13只猪要去白河分场。动保处接报派人到2个猪场去看，并且消毒，虽然无发现各样，不过违反禁运令是事实。也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，对这市里的人裁罚35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